印尼僧者巴陀罗居于雅穆努河州1200罗汉绕做说法受印灯持印啊，就是做说法受印和灯持印，然后加持上是救助是加持佛法变性身。那个腾嘎看得清楚吗？清楚吧？清楚吗？不说话，不说就不说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巴陀罗尊者啊，刚才那个金刚字呢，就是还有在中阿含经当中是有这么样的就是说法，就是说是这个有一次那个阿难尊者啊，就刚才前面好像还有点没讲完。阿难尊者呢，就是在一个地方，就是给别人这个讲经说法。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什么这个法塞罗佛多啊，就是法塞罗佛多尊者呢，他已经这个获得了什么就是阿罗汉的果位。然后他当时呢，就是观察，就是这位尊者，就是这个阿难尊者呢，有没有这个得过？就是然后这个时候他一观察呢，就是他没有这个得过。后来呢，就是他就劝请他，你这样这个给别人就是讲经说法也是很好的，但最好呢，你可能到一个寂静地方去自己进行参修呢，你会获得这个正果。然后呢，就是通过他的这样的电话以后的话呢，那么这个是佛已经涅槃完了以后的，就是阿难尊者的这种得僧果呢，也有在佛教上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然后后来呢，就是阿难尊者听那个就金刚智的这种教言以后呢，就是到寂静的地方就后来真正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就这是在中阿含经当中有这样的这个记载啊。下面我们就是讲的这个巴图罗尊者啊，就巴图罗尊者的话呢，他也叫做这个仙庙或者是桑波，就是桑波的话呢，就是仙庙的意思。那么他呢，就是居住在这个亚摩诺河州啊，就是亚摩诺河州这些地方，有些地方是可能我们就是让指定的，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在世界当中的不同的一些这个地方啊，就是可能很难这个找到。那么有1200个罗汉围绕着它的树荫呢，就是一边这个树呢就是说法树荫，一个树呢就是这个灯持树荫，就是其实我们以前藏地的很多的高僧大德就是讲法的时候呢，就是做树呢就是有这个灯持树荫，然后那个有树呢就是做这个说法树荫啊，就是说法树荫，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就经常有这样的这个树荫，就是包括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印度鹿野苑呐，就是在这里转法轮的话，那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佛像的话，就是在印度鹿野苑那边请的很多的佛像的话呢，说法树荫都是就是以这种这个树荫，就是这种树荫呢有几种方法，就有几种树荫，那么。也就是说呢，就是它这个灯次的话呢，就是心就是让这个得到就是安住啊，就是然后这个是代表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这个禅定啊，就是代表这个禅定。然后那个它说法疏引的话呢，就是迁除这个无明啊，就是是这个代表就是智慧啊，就是分辨和智慧。也就是说呢，就是通过这种这个疏引，或者是祈祷它，或者是我们看见的这些尊者的画像以后的话，自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禅定的位品呢，就是迁除，然后这个无明愚痴呢，就是迁除，而豁达的这个智慧和悲心和安住的这种这个三昧地呢，就是等等。那么通过它的加持和威力呢，就是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这个上师们呢，就是长久住世，佛法呢，就是永远的，可以说是在这个很长时间当中，不同的角落呢，就是可以这个信任。其实我们佛法这个信任上面呢，就是确实也是不管是在家人这个出家人，大家一定要处理啊，就是这一点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哪怕是一个人，就是对这个身边的人呢，就是以这个佛法来起到作用的话呢，这也要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就是像那个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种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就是一直是，哪怕是你在1年当中啊。
比如说今天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农历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新年的第一天啊，就我今天看到就是说是新闻里面讲这个北京雍和宫都是用8万人就是左右去这个朝拜，但朝拜就是很好，就是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8万人一个寺院当中有8万人朝拜是很好，这也是佛法兴盛的标志。但是这8万人的这个心里面，如果真的要想弘扬佛法，而且这样的佛法呢，从真理上了解，前出真正的通过的话呢，那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个佛教徒的话呢，自理他理，就是应该是有这样的这个非常殊胜的分辨方法。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有些人说啊，我作为一个居士啊，就我居士好像没有这样的能力，哪有弘扬佛法的？去年我们有一次不是在这里这个发行人员开会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发行人员说，原来我认为是这个弘扬佛法是这个法师们和这个大德们的这个事情，现在看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这个责任。就是后来我在不同场合当中也反复这个重复了，就是他的这个话。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好多人都是没有认识到，我都有时候去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看到一些汉地也好，藏地也好，就是人山人海，就是特别多。但是每一个人呢，就是求自我保佑啊，我发财啊，在新的一年当中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就是和和乐乐啊，就是然后就是很多都是就是对围绕就是自己啊，就是最多是就是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我的这个什么这个家人啊、孩子啊，就是那么再稍微那样的话呢，跟我关系好一点的这些人呢，也是顺利啊、健康啊，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很多人的这种这个佛教的这种教育是特别的这种广大和有包容性的。可是我们接受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是有点这个不是特别的如法。就是说实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该自己呢，就是要自己，不管你是前一段时间我看一本书啊，就是一个人呢，这是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他的这个从小生下来的时候是他的这个两只手和两腿就是四肢都没有了，就四肢都没有了。但是他呢，在全世界的各个这个国家去演讲啊，就是他就没办法，就是只有在这个一个机器上推过去，就放在那个讲台上的时候，他自己呢就是开始讲啊，就是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就是然后很多基督教徒的话呢，就是认为是这么一个坚强的人是应该是上帝就是赐给我们的，他自己也是在自传里面经常这样讲的。可是我们佛教的话呢，就是虽然这个四肢都全，就是然后这个很多人的话呢很自卑的，就是我怎么会是能说法呢？就是这说法是你们的事情呢。不行了，不行，不行，就是自己把自己就是畏缩啊，就是然后，一讲到这样，就如果说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呢，就是开始里里外外都开始扩张起来了，就是这样。然后一说这个所有饶益的事情的话呢，就是自己都已经畏缩的，就是最后都已经就是就不信了，就这样。我觉得是还是弘扬佛法呢，就是大家都应该要有责任。这样的话呢，现在。说实在，这个汉地很多这个学佛法的人是多的，就是有个很好的这个可以说是思想的这个市场啊，就是思想的市场。所以其他的宗教呢，也是就是看着这一点啊，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这个说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你们这个国家的什么什么呢，就是瞄准我们什么地方来经常吵架。但是有没有瞄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是其他的宗教呢，就是瞄准我们很多人的心是空的，就是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教义呢，就是自己进入的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就是这个是如果我们佛教呢，就是自己没有占到的话呢，到最后的时候可能束手无策。就是所以呢，大家每一个人呢，自己的修行呢也很重要的，但是呢，旁边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是这新的一年的第一天，那新的一年的第一天的话，你这一年呢，你自己也应该人生应该有个目标和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当中的话呢，我至少也是要找一个人，就是一定要让他。度化，就不敢说他获得了真正阿罗汉果位，我自己的他还是有点这个怀疑。但是呢，我至少也是让他皈依啊，让他学法。那如果我实在这个没有能力的话呢，我觉得佛教的一本很好的书呢，我就通过一种这个三教方便方法来让他看一遍，让他看了以后的话呢，即使他还没有皈依，但是呢，他心里面还是对佛教有一种这个理念的转变的话，那这也是我的这个纪念的责任。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力量是应该是很大的，是吧？就是这是讲什么？刚才刚才还没有讲是吧？讲了吗？
对，我刚才就是讲到有一个尊者啊，就是这个尊者呢，我们这个下面就是讲他的这个，这个巴托罗尊者的这个生平故事啊。巴托罗尊者呢，实际上是那个，嗯讲对，巴托罗尊者是他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父王，这个金梵王，就是金梵王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跟他就是也是这个比较这个同龄吧，就是有一个叫 Ravsang，就是 Ravsang 的话呢，就祭献，就是祭3秒的意思。那么他呢，就是当时金梵王的那个就是驾驶那个马车的，就是那个，就现在的话讲呢，就开车的司机吧，就是马车的那个御史啊，就是他是那个御书啊，就是御书。然后呢就是这个叫是绕桑啊，就绕桑。那么绕桑的话呢，就是经常是这个，不管是这个金梵王到哪里这个出门的话呢，就是他是经常是给他就是驾驶马车，就是因为古代的话呢，就是很多嘛，就是那个拉着这个车的时候呢，如果这个驾车的人就是不是很善巧的话，那就是上面的这个人啊，就是这是现在的一些电影演员当中的话呢，也可以看出孔子也听说以前就是专门学这个，就所以这个还是很需要有一种这个技术啊，就是这个开车跟有些人说是这个现在开车跟比以前的驾驶马车的话呢，以前的难，现在开车的是就是这样把方向盘拉着的话呢，就是眼睛好一点就可以了，就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个后来呢，就是这个รา胜的话呢，就是他自己呢，就是很想自己就是有个这个孩子啊，就是以后如果金藩王就是有了这个王子的话呢，他的这个孩子呢也对他的王子呢就是进行驾驶马车，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但后来一直是没有这个生孩子啊，就心里呢就是很痛苦。后来就是金藩王呢就是有了这个悉达多太子，悉达多太子的时候，而且呢就是占卜就是说是他将来呢就是这个出家，就是如何，这个时候自己呢就是也特别的这个羡慕，就是后来悉达多这个太子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出家，就是出家以后，后来就是臣服啊，就是回到这个金藩王那里，就给他们呢，就是开始这个讲经说法。那个时候就是沙僧呢，就刚才季贤呢，就是他就自己觉得是我现在的这种所有的这个财产呢，可能还是应该处理一部分，就是要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和他的弟子，否则的话呢，我这个家产就是很有可能以后国王被全部会这个没收掉，就然后他趁这个机会呢，就是一方面就是供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供啊，就是他的弟子；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他也觉得是对佛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信心。他说佛就是能不能加持，就是我呢，就是也这个以后有个孩子，如果有了孩子的话，那就是我的这个孩子呢，就是一定会是我对这个金藩王这个臣是一样的，就是他呢，就是一定会是对你这个也是这个，不管是这个出家，你这个出家的话，那就是当这个你的侍者啊，就是当你的这个仆人，就是他这样发愿。然后释迦牟呢，牟尼佛呢，就是通过这个智慧观察的话呢，就是他有这种这个因缘，然后呢，就是他也这个答应，就是他说是，如果你真的这个旗下有字的时候呢，是不是真的成为我的这个弟子？就是他说完全没有问题，只要这个我有个这个孩子，多年以来一直我是这个想的，但是呢，就一直是没有如愿以偿。就如果有了这样机缘的话呢，那我一定会是这个答应的。后来确实是他这个妻子呢，就是怀孕，就是后来就是也这个单身，就是特别就是具有这个妙相的，就是这么一个这个男孩然后呢，就是他也这个逐渐的这个长大。后来呢，就是怎么讲的，就是应该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在一个法会的时候吧，好像那个时候金饭王这个已经这个离开世间了，就是离开世间的时候呢，就是一次这个大的这个法会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就世尊呢，就是当时提醒他，就是你的儿子呢，就是不是当时要这个我这边就是当使者，然后他也非常欢喜，就是他带来就是马上呢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就是在一个寺院里面就是进行这个出家，然后出家以后呢，就是对他这个宣说这个佛法，就是宣说这个佛法以后呢，就是他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位，就是应该阿罗汉果位的，就是这个尊者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所讲到的这个巴陀
罗尊者啊，就是然后跟他的这个名字，他降生以后的话，好像他的名字呢就叫这个桑波，就是桑波是他这个父亲的，就是他父亲叫做是拉夫桑吧，这拉夫桑的话呢，他的父亲的名字的一般就是给他，就是他降生的时候，他那个父亲很欢喜，就是刚才我中间就没有讲，后来这个桑波也就是巴陀罗的话呢，就是这个出家，就是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已经这个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位，而且呢就是获得阿罗汉果位，他呢就是先就是给这个父母呢就是讲经说法，就是获得了预牛果位，然后父母呢就是看到儿子有这么好的这个出息的话呢，又把所有的财产进行这个供养三宝，就是再次修行的话呢，就是他们都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位阿罗汉果位，后来就是眷属们呢，就是问这个佛陀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人数2万岁的时候呢，就是在迦斯佛尊者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也是这个好像有个国王他的这个大臣呢，就是行持这个善法吧，就是然后大臣的儿子呢，就是对他这个进行随喜啊，就是对这个佛塔就是进行供养啊，那么就是发愿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他的这个父母呢，就是也跟他就是同样共同这个发愿，就是以这样的这种有素果报的话呢，那么他们这个尊者和还有他的父母都获得了阿罗汉果位。所以说巴陀罗尊者的话呢，那么这个其中的应该是就是刚才就是后来就是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的，就是这位尊者啊，就是这位尊者。因此呢，我们也这个祈祷，就是这些释迦牟尼佛面前获得了真果的这些圣者的话呢，那的确是这个非常的这种他们的这个功德和这种力量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因此说呢。我们这人虽然我们的这个肉眼就是看不见，就是我们的这个肉眼的话，不要说是阿罗汉，就是我们连这个现在的一些很细微的这个微尘也是看不见的。那么实践当中的念贵僧也是看不见的。但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呢，就是我们不能称为是没有的，就是一定要以这些可靠的这个经论呢，就是作为依据，就是然后现呢就是逐渐就是用这种产生一般的这个信心，然后呢我们就是升起真正的这个。真信就是就是信戒，这样以后呢，就是对佛法产生不退转的信心。总而言之呢，通过经常不断的这个学习以后呢，就是才能我们的这个信心也是稳固的，智慧也是增上的，让大悲也是不断的就是会这个源于就是所有的众生。